1994年2月18日，一个中国查某人叫林文强，带因某2个后生甲因某劫机来台湾。这一架中国大陆西南航空波音737型客机在福建南平上空被劫机犯林文强拿水果刀和伪装爆裂物威胁飞机必须飞到台湾。尾手林文强被收押，见林文强因某知讲要被强制遣返，捌拒绝登机。2014年2月18日，国民党营务主席连战会见中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展开第2摆的联席会。和平的一个政治的环境会逐渐的出现，我们一阶一阶的向上爬。联席会是伫当时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甲当时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的王张会后举行的。依照连战办公室人员讲，连战甲中国方面表达爱正视中华民国存在事实。啊，习近平并无对中华民国表示意见。